用常理去評論，就梗係紐森唔啱啦。係紐森政治化，就唔係阿 Trump 政治化啦。因為頭先講咗，阿 Trump 一定要咁樣做，就係唔俾有另一個國會山莊嗰個 Jan 6嘅出現，同埋唔想有 Seattle 歷史重演。紐森呢啲咧就係壞人嚟嘅，同埋咧國民警衛軍同海軍陸戰隊喺度幫手及住 Federal Building，咁你啲警察員警變咗可以去幫及住啲生意，及住啲鋪頭，唔好俾啲人去搶嘢咯。13號生效就要散晒嗰啲國民警衛軍，咁咪會有個空檔期，跟住阿 Trump 咧就有30日之內咧去上訴法庭嗰度上訴。呢個上訴法庭咧又唔會咁快啊嘛，所以好撲街嘅紐森呢個人。我都唔知啲人點樣投佢，民主黨就係壞人嚟嘅，佢唔會考慮啲民生嘅。你仲係撐民主黨，你一定係撲街嚟噶啦。佢哋就話驚阿聰濫權獨裁你戇鳩啊，你老味。